人講入坑烏塗炭，性命剩一半，這就是咧講做炭工的危險性。或者炭坑市大漢的董事長甲團主唱吳英傑，伊做音樂要30年啊。去年以老爸炭工的故事發行頭一張個人台語專輯《痛苦咱的兄弟》，佇今年入圍4項金曲獎的獎項。做炭工上驚有名嘆無命開，董事長集團的主唱吳英傑，以老爸較早佇隨風做炭工的故事，創作個人的頭一張台語專輯《痛苦咱的兄弟》。會號這個名，就是因為炭坑定攏是40度以上的高溫，所以真濟炭工是無穿衫的。吳英傑嘛用音樂寫山戲的職業傷害，寫炭工為生活打拼，嘛甲炭工的話語變做歌。講就是啉好死較死，無啉你就袂甘心。烏炭無甘心吼，就會較危險。炭工仔囝攏無爸爸幫爸爸寫過歌，就開始想講，有機會會使來寫一張炭工的專輯。其實以前火車起行、發電也是煮飯，攏愛燒土炭。炭工會使講是國家的無名英雄，入坑的風險真懸，性命攏寄予土地公，會當平安出坑是上大的願望。吳英傑講，真濟炭工仔囝攏已經活出無同款的人生。父母有關係的歡呼平安上要緊，伊嘛甲寫做囡仔一個聽就會曉對咧唱的旋律。平平安安，順順利利，平平安安，順時順時。吳英傑出道要30年，做真濟台語歌，嘛感受到台語傳承的危機。伊認為母語要佇生活中更加重要，所以毋若開始寫台語囡仔歌。這幾年的創作嘛，攏用台文書寫。即馬少年朋友有開始慢慢愈來愈儕人用教育部這個系統嘛，我這是一個，因為你語言的久啊，文字看久你就變會曉看，後邊人想要去學台語的人會使更加儕，會使去接受的。痛苦咱的兄弟這張專輯入圍第37屆金曲獎4個獎項，伊嘛悄悄講，若有得獎，獎金要含老爸一人一半。吳英傑毋但是為老爸為炭工創作，嘛為台語的味來留下腳跡。記者盧尚如、曾俊佑台北報道。